是否有兒童文學及戲劇必須具備、不能缺少的特徵呢？香港著名兒童文學家何子先生告訴我們的9個，應該最具說服力：童真、趣味、幻想、好奇、美感、情緒、經驗、品德及價值觀。有了這些，兒童文學及戲劇才真的對兒童成長有所吸引及貢獻。兒童戲劇的基礎就是信息，不應是一個幼稚的話劇，也不只是一個木偶演出，更不是純粹把童話搬上舞台，也不是一個主題公園歌無數。兒童劇場必須打開孩子心靈，用同理心理解角色，通過角色的人格感染，啟發思維，吸引觀眾眼球，反映心聲，改變生命。所以，無論 for 或 by 兒童的劇場，參演孩子教育之外，感動兒童觀眾也同樣重要。童真是兒童文藝與成人文藝差異最大的地方。沒有童真，兒童文學及戲劇基本不存在。童真就是一種兒童純樸、真誠、率直而自然的反應，擇善固執而友善，一心一意，沒有其他心思，愛恨分明，敢愛敢恨。兒童文藝作品的角色如果沒有這種氣質，就難於驅使觀眾產生同理心去接受作品。童真就是率直地面對自己，直接以內在情緒進行反應，單純、樂觀而感性，見到開心的畫面就會共同歡笑，聽到愉快節奏就會拍和起舞，受到刺激內心深處湧出悲傷就會流淚，遇到恐怖就會害怕、凝固及退縮，對不公平事情絕對不會默不作聲，很有想法但能力有限，有個性但永遠受群眾影響，充滿幻想及同情心。老師必須在排練中讓兒童以童真的反應，就戲劇處境作出真誠決定，而不是為了所謂教育意義而強加成人的觀點。如果童真是兒童戲劇的磁場及方向盤，趣味就是兒童喜愛兒童文學及兒童戲劇的汽油。只有趣味不一定是優秀兒童文學及兒童戲劇，但沒有趣味就一定不會是充滿動力與吸引的兒童文學及兒童戲劇。很多初次嘗試兒童劇創作的朋友都會誤會趣味是靈丹妙藥，努力堆砌很多好玩搞笑之能事，滿足於看到兒童觀眾嘻哈大笑的反應。其實這個毛病我們當年都犯上。87年排練《朱古力大王》87年版及88年歸城上時，努力提供歌舞、追逐、搞笑、滑稽場面，最後發現原來小朋友喜愛的只是波仔與小龜的純樸、真誠及富犧牲精神。同理心與情感才能留住兒童的心，趣味不是興奮劑，也絕不能成為糖衣毒藥去訓誨大人想灌輸的信息。趣味的糖衣很重要，但絕對不可以包裝着毒藥。幻想是兒童理解現實世界時的接收器，由於邏輯思維還未有成熟，所以未能推斷事物的真相，就要依靠想像力去暫時填補這個空隙，等到理性思維成熟才慢慢進行糾正，建立真正的認知。想像力正正就是這個可以無中生有的力量，如果能好好保養，就可以成為兒童日後發明事物、解決問題的原動力。所以能保存兒童的想像力，就成為建立創意思維的基石。沒有童真就仿佛兒童文藝沒有之處，沒有幻想就仿佛兒童文藝沒有了光彩。幻想是兒童文學的起點，童話 fairy tales 就是小仙子的故事，借虛構的小神仙講人生道理。兒童眼睛發亮專注，不用魔法，只需演員在台上一說就變的形體。其實自古講故事中，敘述中突然投入角色的技巧一直存在，使小朋友百看不厭，而且簡單直接。兒童戲劇的想像力，
可以來自戲劇表演內容的 give 及兒童欣賞作品時的 take。兒童劇《怪獸朋友》的角色戲偶，由大鬧鐘及水壺的頭與人樣的身體，在觀眾眼前組裝而成。戲偶生命必須加上演員的表情、動作與台詞，用觀眾自身想像力才能創造出來。兒童文學需要想像力，把文字閱讀轉化成真實，舞台則是當着大家面前轉。閱讀是自傳，舞台是公傳，一起創造，使幻想成真。好奇是兒童文學與戲劇的序幕，通過故事情節、人物、奇妙空間進入吸引眼球的神秘色彩，讓小朋友產生探索的慾望，而產生專注與張力。觀眾因為專注，所以能貫徹始終地探索。小演員也需要如此，所以在排練中需要很多留白位置，讓小演員填補。同時因為對矛盾與衝突產生的張力而高度關注故事發展，貫徹始終地吸收內容。觀眾如此，小演員也一樣。如果小朋友不能在文字中、舞台上看到美好的事物，文學與戲劇還有什麼意義呢？所以美感對孩子十分重要，而對美好的欣賞與接受，正是孩子成長的養分。大家馬上會挑戰我，如果只給孩子美好，孩子將來如何面對醜惡的世界呢？沒有錯，兒童文學與戲劇舞台給他們的東西，絕對不可以是矯情虛偽的假裝世界，而是真實世界中艱苦奮鬥的美麗。荷里活電影要撇，一個純良而肥胖的小童軍，意外遇上固執的釘子戶老頭。老頭決心用氣球飛行逃亡，好保留回憶，完成與過身老妻的心願。意外地把小童軍也帶到身邊，兩個陌生人共同經歷一次意外的生死威脅。他們的美麗不是天生的可愛面容，而是藏在內心的真誠、善良與勇敢。情緒使作品變得有人情味。兒童的人際關係未成熟，生活上衝突在所難免，兄弟姊妹與同學之間爭吵、爭論、爭執頻繁不斷。他們天生有好勝心，加上對新生事物不了解，所以恐懼與害怕會不斷衝擊他們的思緒。每天從早到晚，情緒都在高低跌宕中起伏不定。兒童文學及舞台作品的角色，正是在很短的篇幅之內，經歷人生高低起跌的遭遇。他們如何面對生活的情緒控制，就成為年輕人生命的借鑑。三毛流浪記的樂觀，長襪子皮皮的豪放，紅髮安妮的堅韌，通過同理心，兒童就從角色當中學習駕馭情緒的能力。觀眾可以從角色中得到生命的感染，參與表演的小朋友自然也會領略角色的堅忍及人格魅力。兒童文學及戲劇給兒童很多人生經驗的示範。面對突然而來的衝擊與衝突，面對危險與害怕的事情，面對悲劇的抉擇，經驗的借鑑與揣摩，就是孩子成長的啟蒙，應對未來任何逆境。但如果兒童作品期望指桑罵槐借題發揮，裝扮成充滿哲學，反而會弄巧反拙。講一個活生生例子，麥兜的魚蛋故事中，盼望擁有寵物金魚的麥兜，透過英文測驗100分，以為得償所願。可惜媽媽善忘，只用1粒做送魚丸敷衍。麥兜信以為真，每日小心照顧，結果當然是一潭死水，然後就是沒有然後了。作者原先以為借此教訓爸爸媽媽，但因為不敢講述，以免影響米飯班主。故事當然給兒童一個很壞的閱讀經驗。面對角色際遇，兒童對未來還有希望嗎？品德由同理心演化而成。經常會聽到有些人說，你有你的尺寸，
我有我的道理。其實不難明白，良好品德並不深奧，只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孩子自小就有同理心，而同理心就會衍生出忍之心，於是對人友善、誠實可靠、公平、公正、愛護地球、保護環境。沒有嬰幼兒一生下來就是壞蛋，他們天性沒有善惡之分，只有興奮、冷靜與害怕的氣質，需要與環境、家人的交往，從適應與學習中獲得人生經驗，才演變成性格。良好品格在正常環境下不難取捨，關鍵往往在一些特殊情況，例如知道好同學功課作弊，是否舉報，見到有人跌落水中自己泳術不佳，應否下水拯救，對學校一些不公平事情應該如何面對，見到有人欺負弱小同學與鄰舍，是否敢於發聲。道理其實不難讓人明白，關鍵在於如何示範真正面對時的態度。好像國王的新衣中，孩童清楚每個人在歡呼，讚揚國王衣飾如何新潮美麗，但自己的確肉眼看不到。正向價值觀對兒童文學與戲劇十分重要，就是愛護家人、關心弱小、保護環境、量力而為而伸出援手、自我肯定而尊重別人、合作合群而保存個性、創意解困助己助人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、正面積極、樂觀而小心、懼怕而開放、感情豐富而不消極、逆境中永不氣餒，其實都是老生常談。關鍵在於兒童文學與戲劇是以角色具體面對困境中去選擇，來感染兒童。角色的正向選擇，才是兒童文藝的價值觀。兒童劇《小袋鼠的安全帶》，講袋鼠小姐是運動精英，因為懷孕暫時離開運動場，怎知道生下來的小寶是沒有雙腳的小袋鼠，於是媽媽要選擇失去一位世界冠軍，還是失去一位媽媽。但對於媽媽及小寶而言，親情比一切重要。最後孩子長大，要與媽媽一同跑步，不是因為要享受冠軍的榮光，而是分享共同奔跑的樂趣。最後放映世界各地與傷殘兒女共跑馬拉松的親子照片。原來微不足道的選擇與取捨，才是真正的人生價值觀。何子的作品細緻感人、親切溫馨，充滿本地色彩，安慰一代又一代香港年輕人。明顯是因為他對兒童文學特質的了解。兒童文學的各項重要特質，也同樣適用在兒童戲劇舞台上。兒童劇場特質對兒童的貢獻，不但發生在觀眾上，也發生在參與者身上。所以，就算是以兒童參演為主的戲劇活動，這些特質不單止必須具備，而且更為重要。戲劇創作沒有一套必勝秘笈，只能通過不斷嘗試。明日藝術教育機構官網中的副網站 Kids Theatre 及明日藝術教育機構的 YouTube 頻道就有很多資訊。